已經係。OK，咁啊講下啦，呢個係唔係斯？呢個係愛潑斯坦呢個亡魂嚇，究竟係做咗啲咩嘢，使到咁鬼大鑊咧？咁樣嚇，咁啊愛潑斯坦檔案點解變成一個首相殺手啊？嚇，咁啊 OK，咁啊講翻呢啱啱呢個月發生啦，2026年2月初，英國司法部咧喺多年司法同政治壓力底下咧，就公布咗一批補充性嘅愛潑斯坦嘅相關文件。一啲通訊記錄 ，OK， 呢批文件嘅殺傷力咧，佢就唔係揭露咗啲咩新嘅罪行咁簡單，而係佢將嗰個過去嗰啲即係一啲權力之間、政商之間嘅一啲脈絡關係，全部由呢個台底擺晒出台面。咁咧好多大家識嗰啲政治人物啦，而家原來佢幕後嗰啲關係咧就撩晒出嚟，造成一個相當大嘅衝擊。其中咧最核心嘅對英國嚟計咧，最核心嘅人物咧就係呢個 Peter Mandelson 文德森。哇！呢個文德森咧即係如果你有留意嘅話，你知道文德森唔係一個普通嘅政客，佢可以講係新工黨嘅一個主要設計者。佢厲害嘅地方咧，佢唔係即係唔係一個民選權力嘅核心。佢喺多屆政府裏邊咧就反覆出現，即係基本上係一個唔使承擔選舉責任都可以有決策權嘅一個即係影子決策者。OK 嗱，咁啊根據衛報嘅一個調查報導咧，2026年2月4號嘅一個報導咧，咁啊就講出咧呢個愛潑斯坦私人檔案裏邊咧就揭發咗呢個文德森喺巴黎個豪宅裏邊，喺巴黎嘅呢個愛潑斯坦嘅豪宅裏邊，淨係着住條白色嘅三角底褲，唔係孖煙通添啊！即係呢啲咁嘅相咧係唔應該流出嚟㗎咯。唔單止佢着住條三角白色底褲，隔離着個女人嗰先抵死啊嘛！如果你知道佢啲取向嘅話，你覺得單嘢真係冇可能發生咯，係咪？咁啊有幾封私人電郵顯示咧，佢同呢個愛潑斯坦個關係咧就非比尋常，唔係一般嘅社交，即係一個好深嘅一個即係好深嘅脈絡嗰個係交流啊！即係已經係相當 friend 底嚟嘅。通訊時間同文德森擔任英國商務大臣期間咧高度重疊。內容涉及咗咧，約莫有200億英鎊規模嘅國家資產嘅出售同埋市場嘅部署，即係話咧，基本上咧，佢呢個已經唔係品格嘅問題，係直情關乎英國嗰個國家風險，即係國家安全風險嘅管理失效，相當嚴重嘅大問題啊！即係已經唔係一般嘅政治醜聞，已經係上升到刑事調查啦嚇。